2024年7月13日早晨，雖然只係一節短短嘅經文，但每一句都可以改變我哋嘅生命。願我哋學識觀察神點樣喺我哋生命入面工作，心存感恩，留意日常生活中細微嘅改變。就算係好細嘅改變，都可以成為將我哋嘅生命帶入天國嘅重要鑰匙。願我哋活得醒覺、靈裡敏銳。今日我哋要找緊嘅經文，詩篇50耶和華啊，早晨你必聽我嘅聲音，耶利米哀歌翻篇詩已散，耶和華嘅慈愛永不止息，他嘅憐憫每日都更新。詩篇呼東沙，求你喺早晨向我顯明你嘅慈愛。以賽亞呼東沙，耶和華，求你每日做我哋嘅力量。詩篇59:69，我要歌唱你嘅能力。早晨，我要讚美你嘅慈愛。馬可福音因散發天微光，耶穌已經起身去祈禱。箴言80篇，殷勤尋求我嘅，必定尋見我。主啊，喺呢個清晨，用你嘅話語裝備我哋，求你以大恩聽我哋嘅祈禱，讓呢個早晨成為我哋生命嘅活水。